如果團體用戶想提交游泳池嘅團體預訂申請，可以喺登入賬戶後撳設施，撳團體預訂，進入預訂申請頁面。團體用戶可以揀唔同嘅預訂計劃，撳一般團體預訂計劃，揀游泳池，揀預期用途。如果呢個預訂係屬於延遲提交嘅申請，請選擇延遲提交。如果呢個預訂已獲得到體育總會嘅推薦，並以優先使用者嘅資格遞交，請剔選作為優先用戶。揀預期培訓水平，揀地區及場地，揀設施類型，揀已預訂的日期，可供預訂嘅日期會因應團體類別、預訂用途而有所不同。完成選擇後，撳繼續。揀需要申請嘅日期，揀需要預訂設施嘅位置，揀時段，團體用戶可以揀一個時段或者連續時段。揀需要預訂嘅設施數量，撳搜尋。團體用戶可以揀指定嘅星期，例如星期五，或者喺日曆中揀需要預訂嘅日期。團體用戶可揀需要嘅設備，亦可以刪除唔需要嘅日期。每個申請期只可提交1個月嘅使用日期。如果團體用戶需申請多過1個月嘅使用日期，可以喺同一個預訂申請中添加多個已使用嘅申請期。重複以上操作步驟，以完成申請期2。確認所選擇嘅日期後，撳繼續。填寫申請人或聯絡人嘅資料，揀證件類別，輸入香港身份證號碼，輸入電話號碼，輸入電郵地址，揀活動負責人數目，團體用戶需要提供1至2名活動負責人嘅資料。活動負責人必須係已預訂嘅時段到有關場地取場。填寫活動負責人姓名，揀證件類別，輸入香港身份證號碼，輸入電話號碼，揀活動教練嘅數目，團體用戶需要提供1至2名教練嘅資料。填寫教練姓名，揀證件類別，輸入香港身份證號碼，揀教練資格，撳瀏覽，上傳有效嘅教練資格證明，揀是否持有有效嘅拯溺資格證明。如果揀是，填寫拯溺資格證明嘅相關資料，揀拯溺資格。
揀有效期日期。填寫發出機構。禁瀏覽，上傳有效嘅請匿資格證明。填寫其他資料。輸入預期參加人數。揀此活動是否牟利。此申請是否需要租用場地嘅其他設施？活動中會唔會展示或者使用或升起國旗、區旗及或國徽、區徽？活動中會唔會奏唱國歌？填寫上次租用游泳池日期同游泳池名稱。撳繼續。核對已填寫嘅申請資料。閱讀並同意聲明。撳提交。係同一個申請時段、設施類型同場地，團體用戶只可以提交一份預訂申請。預訂申請已成功提交。團體用戶可以撳一般團體預訂計劃。撳游泳池。撳查看已提交的申請，搜尋已提交嘅游泳池預訂申請。撳申請編號，就可以睇到已提交嘅預訂申請詳情。